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嚟緊呢一個賽季多咗吹風，呢招神技輸出勁，仲有減傷。今季有咗佢，令到唔少開荒隊更加好。今集會同大家講下有邊幾隊開荒隊用吹風會更上一層樓。第一隊姜夏確，呢一隊一直都係開荒入邊數一數二嘅隊伍。喺20 level 上咗潛龍陣之後，諸葛確改做主將。如果你姜維唔紅嘅話，可以改成 SP 朱俊。佢喺改版之後變咗做6 cost， 可以代替姜維唔會爆 cost。用佢或者姜維開荒都差唔多。第二隊法馬確，呢隊開荒同樣都好勁。轉型黃馬槍專用，法正可以改成 SP 黃月英，視乎紅度。第三隊夏太王，對於平民玩家嚟講，呢一隊係比較容易紅嘅組合。開荒就一定冇之前嗰兩隊咁好，但勝在有紅度嘅因素影響之下，用嚟開荒都唔會太差。第四隊武豐太史，呢一隊最新開荒神隊可以媲美姜夏確，不過由於港台服嘅太史前未改版，暫時唔建議用住。不過如果你呢幾隻咁啱比較紅嘅話，都可以試下。但我自己就冇阻止，做唔到白老鼠。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